月初5至14会实施汉光演习。汉光演习的时阵，咱需要注意什么代志呢？而且这一届是咱国头一届加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，咱事先会当做什么准备，要安怎来应用呢？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听苏眉解剖，互咱了解。苏眉。是主播，这汉光演习是对8月初5起稿，也就是后礼拜3。这演习是分做2大部分，士兵演习，亲像是战备部署、联合反定律等等。另外一块就是甲咱民众较有关系，城镇润性演习。较简单讲，就是咱较接听的防空避难演习。和英国同款是分地区、分时段来进行，分别是8月初5、8月初7对南部开始，是这台南、高雄、屏东；8月初10就到这中部，是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、甲嘉义；是8月11会先跳来到咱的离岛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；8月12才转来咱的本岛、东部、花莲、台东；是上尾是8月13，湘北、基隆、宜兰、桃园、甲新竹。这演习的时阵，咱爱做啥物代志来配合呢？听到警报声了后，若算讲你人是伫咧室内，头先就是爱甲这门窗、抑个水电、瓦斯拢关起来。若总讲恁兜是有地下室的，这地下室就是上好的避难位置。若总讲无，你就爱离这外墙较远咧，就地避难。若总讲迄阵你人伫咧外口，就爱赶紧找这建筑物，也是讲桥骹、暗坑即款顶头有法度甲你惹的所在来避。若是讲你迄阵正咧赛车，伫咧一般道路，就爱赶紧往路边停，落车找避难的所在。若准讲你迄阵是正咧高速公路顶头，为着避免车祸，是会当正常继续驶。毋过，就交流到了后，请就爱配合人员的引导来避难。上尾来看这大众交通的方面，伫咧演习的期间，这公车也会停伫咧路边。若是铁路运输，亲像是火车、台铁，还是高铁，抑个捷运，拢是会正常运作。乘客落车了后，才来出站配合引导。毋过，若是你若毋配合，这违法是会当罚3万至15万。除了防空演习，今年上届新的，就是有史以来从来毋捌实施过行动网络断网演习。这回呢是对中部甲北部先来去实施，配合城镇演习的时间，中部8月初10，北部8月13。伫咧这演习的期间，这手机啊行动网络会完全断去。毋过这敲电话抑个有传简讯是无受到影响的。若阵讲，大家望讲这生活较莫去交叉着。建议讲，第一，会当先甲这固定网络地点确定好势，亲像是看线的网络，抑个有 WiFi 的地点，这款网络是袂去受到影响的。第二，也建议讲，大家会当趁这个机会来测试讲，伫咧无网络的状况之下，若是要联络重要的人，敢联络会到？家用的电话敢会通？号码敢记有落来？第三，就是特别提醒大家，伫咧这段网期间，电子支付是无法度使用的，所以讲买物件都要会记得扎现金、扎信用卡，坐车准备悠游卡、一卡通这款实体票卡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，请大家都爱配合演习，是为着大家好，也是卖假钱过袂去，违法就爱吃罚单。咱甲镜头交转来互主播。